周末出走計劃，今次去咗肇慶，夜晚嚟到食碗螺絲粉先。朝早去食南海鴿天下，佢話佢哋嘅紅燒乳鴿係世界金獎，嚟到照舊打卡影相先。油香十足係好 juicy 啊！基本上每台都會點沙姜豬肚，完全唔得好白。鴿仔焗飯，直接打車去七星岩，欣賞落雨杉林，撐住玻璃船闖入仙境。一秒走入童話世界，享受住俾樹林包圍自己嘅感覺。突然之間，你都會感覺到自己好渺小。沿路仲有一啲鴨仔一齊游水添，可以事先買定魚糧餵佢哋。點算啊？喂啦！冇辦法，太驚啦！我實成個過程我覺得都好玩，而且俾大自然包圍嘅感覺好治愈。之後我哋就打車去騎樓街，呢度勁似去咗 TVB 片場咁，復古燈牌、青磚騎樓，買咗支手打油甘汁，原來周街都係。太酸啦，我都係飲翻鮮榨橙汁算啦。之後就喺附近求其揾咗間頭條，好 OK 喎，幾唔錯喎，60零蚊就可以有60分鐘，竟然會撥筋添。最後用2個風筒吹頭。之後食呢間餐廳犀利啦，冇魚係食唔到噶。重點係餐廳只係得3、4樣菜，每個人嚟都係為咗呢隻燒雞，展開都仲係出緊煙，去到不得了，好似食緊炸子雞。一路剪仲會一路滴汁添。有冇諗過成間餐廳淨係得3、4個餸都可以大排長龍？最好食一定係雞髀部分，去到中間雞胸位置呢度就見真章啦。雖然雞胸肉有少少柴，但係一啲都唔實，好好食噶。其實都真係每台至少係一隻。走嘅時候突然之間發現咗一件神秘事件，懷疑係月亮嘅嘢飛咗落嚟，真係好似個鹹蛋黃咁噶。跟住過幾秒之後，佢突然之間用10秒嘅時間消失得無影無蹤。之後去超市買嘢食，行下夜市，就一日路翻去酒店。第2日食個輕便早餐，去多次尋日嗰間頭條再做多次。今次做生薑療程，雖然貴10蚊，但係正好多，頭風啊頭痛啊冇晒。之後就搭高鐵翻深圳啦。留言 PM send 行程資料俾你。